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a 會同大家分享一件喺深夜時分屋企門口發生嘅恐怖事情。深夜時分，有人瘋狂拍打骨貓 Chila 屋企嘅大門。骨貓 Chila 俾佢嚇親，嗰一刻連呼吸聲都唔敢發出。拍門聲突然之間停咗，四周圍都變得好靜。骨貓 Chila 鼓起勇氣，慢慢走到去門邊，透過門上嘅防盜眼望咗出去。門外漆黑一片，乜嘢都睇唔到。骨貓 Chila 以為對方已經走咗，心裏鬆咗一口氣。原本漆黑一片嘅環境閃動咗一下，變成咗鮮紅色。骨貓 Chila 好驚咁發現門外嘅唔係漆黑一片嘅環境，而係一隻眼睛，一隻滿布血絲嘅眼睛正貼着防盜眼凝視着他。下一秒，本身上咗鎖嘅門鎖慢慢轉動，大門緩緩打開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